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從罪得脫，馬太福音6章33節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大衛喺未做王之前，亦都即係喺曠野漂流嘅時候，曾經一度想要殺盡拿八一家，因為拿八曾經得罪咗佢。拿八嘅妻子亞比該繞道而行，截住咗大衛，並為拿八求情。當大衛明察事理之後，佢話應當稱頌耶和華，因他阻止僕人行惡。大衛知道佢自己嘅動機係邪惡嘅，而神藉亞比該嘅介入嚟阻止佢。大部分信徒喺反省嘅時候都會發覺，佢哋亦都有類似大衛嘅經歷。喺生命嘅旅途上，有時神會制止佢哋按邪惡嘅動機而行。神呢方面嘅工作實在係非常重要，以致我哋嘅主喺教導門徒點樣禱告嘅時候，要包括呢個祈求嘅項目。如果有人並唔認為有咁樣嘅需要，佢大概係冇好好咁樣審視自己嘅習慣性同動機。呢個係信徒一生同罪惡爭戰中其中一項最重要嘅祈求事項。你亦都應為神呢方面嘅幫助天天謝恩。當我回想自己嘅一生嘅時候，發現曾經有多次我係心存惡念，而神卻阻止咗我犯罪。呢個係神眾多表達佢恩典嘅其中一種方式。反思問題：你是否意識到作惡嘅選擇、誘惑或者正當性？你從中吸取咗乜嘢教訓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，材料改編幽谷曙光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